紅館之夜，三代同場嘅溫情同埋風飛戀嘅世紀定格。2025年4月26號，香港啟德體育園嘅3萬個座位被星光同埋情感填得滿滿嘅。謝霆鋒隔咗20年嘅復出演唱會，用音樂做紐帶串起咗一個娛樂圈嘅情感宇宙。阿媽迪波拉含住眼淚打拍子，兩個仔 Lucas 同 Quintus 安靜咁望住。王菲喺包廂入面跟住玉蝴蝶起舞嘅畫面，一齊構成咗呢幾場演出嘅三重敘事。而根據現場粉絲透露，依家迪波拉刻意減選同王菲唔同嘅場次。王菲嘅少女式存在感，當55歲嘅王菲着住黑色衛衣蹦蹦跳跳咁哼唱歌陣， VIP 包廂好似變成咗佢嘅專屬舞池。呢份放鬆同謝霆鋒喺台上特意演唱嘅定情曲形成一個閉環，俾網友笑稱23年風飛戀嘅 3D 版甜蜜蜜。仲要微妙嘅係，謝霆鋒喺個仔地面前對王菲示愛，佢望住包廂嘅眼神俾慢鏡頭捕捉到，俾人解讀成跨越3代人嘅情感認證。這是血脈嘅靜默宣言。17歲嘅 Lucas 以灰色衛衣造型重現老豆年輕嗰陣嘅桀驁輪廓。14歲嘅 Quintus 就用帽檐遮住同阿媽張柏芝一模一樣嘅眉眼。呢對兄弟全程零互動，但自帶話提到 Lucas 俾人讚俾老豆中搶鏡嘅星3代。Quintus 低頭刷手機嘅畫面就登上熱搜，係張柏芝式教育成果展。張柏芝嘅缺席美學，育兒哲學中嘅溫柔反擊。當記者喺嘉慶片場追住問會唔會現身支持前夫，張柏芝嘅回應真係可以略係公關教科書。五一假期要同啲馬仔科學規劃行程，唱飛難度簡直同春運有得比。呢番講得輕鬆但有力嘅回應，其實暗藏3重心意。時間管理嘅隱喻，科學安排呢個詞被重複咗3次，又強調育兒嘅優先級，又暗示謝霆鋒係家庭時間分配入面嘅歷史缺位。呢同謝霆鋒2017年訪談中每個月見孖仔2次嘅舊聞可以相互印證，仲搞到王菲俾人質疑係未準備好做繼母。經濟獨立嘅潛台詞，打工仔怕靠獎金嘅自我調侃，啱啱好同謝霆鋒為個仔設立信託基金嘅新聞形成反差。張柏芝用啲市井化嘅語言解構咗豪門贍養費呢個話題。佢抖音賬號入面凌晨4點送孖仔去補習嘅 vlog 點擊量個晚暴漲200%。音樂審美嘅切割藝術，只聽純音樂嘅輕描淡寫，又避開咗對謝霆鋒作品嘅評價，又同王菲喺演唱會跟住搖滾節奏搖擺嘅畫面形成好戲劇性嘅反差。呢種文化品位嘅區隔，俾港媒解讀成用巴赫對抗 Beatles 嘅情感戰術。風飛戀嘅中年烏托邦，甜蜜表象下嘅代際焦慮。當謝霆鋒喺後台攬住王菲同個仔影相嗰陣，呢個睇落好圓滿嘅新家庭畫像，其實暴露咗風飛戀嘅深層危機、青春符號嘅透支風險。王菲嘅少女感營銷同謝霆鋒嘅凍齡人設綁埋一齊，但當17歲 Lucas 嘅側面讓俾人瘋轉嗰陣，網友開始計王菲同繼子實際年齡差得返38歲呢個微妙嘅數字。情感資本嘅時間成本，風飛戀嘅23年長跑敘事正正係遭遇審美疲勞。王菲小號晒出嘅面膜上俾人質疑係擺拍，而謝霆鋒轉化粉絲整嘅風飛時間逐時配文感恩所有，俾人解讀成用集體記憶維繫情感新鮮度。繼承者們嘅刑事壓力， Lucas 全程冷漠睇演唱會嘅表情包係社交媒體瘋傳。呢種知世代嘅消解式圍觀，正正係動搖風飛戀嘅輿論根基。有分笑，新生代網友更認同張柏芝為母則剛嘅故事，而唔係神仙愛情嘅虛幻投射。育兒戰場同愛情秀場嘅鏡像對決，係呢場冇硝煙嘅戰役入面，張柏芝用去性別化嘅母職表演，完成咗對風飛故事嘅3重解構。時間政治嘅顛覆，當王菲喺演唱會沉醉係玉蝴蝶1999年嘅回憶嗰陣，張柏芝嘅科學育兒日程表正正係微博度轉得好熱。前者賣懷舊，後者賣未來，兩種時間體系嘅碰撞啱啱好反映咗香港社會嘅代際焦慮。身體敘事嘅重構，
王菲嘅少女感同張柏芝嘅媽媽手佢直播中展示嘅做家務搞到有老繭形成好殘酷嘅對比，前者係消費主義嘅身體規訓，後者就被提升到草根母性嘅勳章咁嘅層次。空間策略嘅博弈，鳳飛揀咗係演唱會後台嘅封閉空間完成家庭認證，而張柏芝通過 Vlog 展示嘅廚房、後車、補習班等流動場景，構建咗一個更有共情力嘅育兒全景劇場。當謝霆鋒喺慶功宴上切開鳳飛愛心蛋糕嗰陣，張柏芝正帶住個仔地喺迪士尼排隊買玲娜貝兒，呢兩個平衡場景啱啱好反映咗當代情感關係嘅兩種模式。鳳飛模式嘅景觀化生存，需要不斷製造世紀牽手定情曲目等有儀式感嘅符號嚟維持情感嘅價值，其風險就係代際更迭會搞到呢啲符號貶值。柏芝路徑嘅去浪漫化實踐，通過將母職轉化成可以量化嘅勞動數據陪讀市場食譜數量嚟積累道德資本，呢種情感實用主義正正係重構公眾對女性價值嘅認知體系。呢場演唱會真正嘅價值，或者在於揭開咗娛樂圈情感敘事嘅全新維度。當神仙愛情遇到硬女育兒，流量開始從玫瑰色嘅雲端向人間煙火傾斜，而張柏芝嗰句打工仔唔容易嘅自嘲，可能正正係改寫成個行業嘅情感敘事語法。